原来你也有不会的地方，那这样我很安慰嘞。不然你这位未来的老师哈、讲出的话都是非常有条有理的哦。问什么答什么这样子哈、表示你真的是读书人。好，下个礼拜。无法物不逆。好，我们无法物。哎，毛毛虫那一种。为什么你会记得？因为就有念错，然后就突然是那个字。啊，上一次我们是不是有抽那个笔啊？绿色的那个是谁的是宝物，然后就丢给。那个。没有属赖的吗？哎，属赖好像不是，对不对？你是什么武大的哈？你是武大，武大是蜜蜂，对不对？哎，谁的是宝物？妈咪的。我妈妈你说。那个瓢虫吗？哦，瓢虫我又忘记怎么讲，我下一次再给你们答案。好，来第5题的3句来。无法物不逆，无法物不拉好，无法物不拉。你们要记得哦，你们在写中文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先把主语念过，然后你再写中文。一定要要求自己，3句都一样，这样你的印象就很深刻。好，这个呢？阿里班班。阿里班对，棒。阿里邦邦，我们按过阿里邦邦。你不知道。阿里邦邦。老一不是。它应该是这样飞吧？在10。好，我提示你，苍蝇应该是很快，它就我们根本就来不及看它的。还有一个小的，它可以在叶子再小。麻雀。它的生命很短。蜉蝣。蜉蝣是什么？就是认识我1天而已。当然不是，它可以活半个月。蝴蝶。蝴蝶哦，很有概念呢阿里邦邦就是蝴蝶。经过那个哪里？不是有黄蝶谷吗？还不用到黄蝶谷，在那个六龟，那个叫做什么？一个村落，然后就是经过南门。那不是南门，就是往六龟的一个路段，叫做新什么村、新什么里的我忘记。新寮里那一段路，哇！你经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哇，这个地方好棒哦，因为都是蝴蝶。这个时候很多真的，这个时候很多，而且它的时间非常短哦。所以想要看它美丽的那个美字，要这个时候看哦。真的。好，往六龟的方向好，一做都给打，这个比度多好，你们数字也要背哦。比度是不是7题？可是我们还没有念那个句子。就是这个比度。阿里邦邦的对不对？好，3句来。无阿里邦邦不逆，很好。无阿里邦邦不拉好，无阿里邦邦不拉。好，阿里邦邦。很好。好，这个比度一浪。我们树。树木，怎么那么厉害好，那知道是树木，那我们就把这个3句，我看教你们是速度最快的好，这3句怎么说呢？慢一点念哦。乌吉浪古尼，乌吉浪古拉好，哈伊，乌吉浪古拉。这样才能够很清楚，为什么呢？你在考试的时候，你如果很熟，但是你念得太快，电脑在考试它会，如果它的解析度不够的时候，你就没分了。是啊。电脑也考试，口述很重要哦。电脑听的。对啊。你听之外呢，也是
口试、听力都是电脑玩那个操作的。哦，你要电脑操作，就跟你在幼儿园在做的那个模式，不一模一样。但是我下一次我会把那个什么，历年的考题的那个样子，来传到那个 line，要记得哦，帮我记一下，免得我会忘记哦，哈。你就说那个什么，历年试题。好，历年试题参考，影片嘛，把它下载，你这样提醒我，不然我一定会忘记。好，这个发路度，好，这个发路度好，tusa aflehan，就是第二页，对，翻开第二页哦，我很有程度的一个。好，umang pusaka kalau umang kuriku， 想一下，有碰过，有碰过，而且你天天都要用到它，没有用到它很难看，也不是很难看，是太迷人了，这样子会哇无法销售，你没有衣服可以吗？好像是不是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哈？所以这样的形容是不是很容易记得？riku， 好，来3句来。等一下，好，来。刚好你讲到了，也是我们知道的东西哦。刚刚是说 report 对不对？对。umang report。好。但是呢，刚刚打咒讲什么？记录，对吧？你讲到记录了哈，记录是我们的腌菜。而且它是什么？那个叫做芥蓝菜还是芥菜？我忘了。芥蓝，就是可以腌的那个高丽菜。不是，是吃起来配牛肉面的那种。那是芥蓝。那是芥蓝菜，是什么？上面有草字头。是这个蓝吗？篮子的篮。篮子的篮是上面是竹。上面是竹啊。然后芥上面是草。芥上面是草。你还真的是非常的细腻哦。真的这边是竹布哦。对。为什么那么特别？它是可以编织的意思吗？我们的文字，对不起，我们的文字是很有它的含义的。那品种改良之后，就变成现在高丽菜和花椰菜。然后还有一种是大头菜。大头菜。它就是从这种没有是。对。到现在为止，这个还是一样的品种。没有，它是最初的。是说你挑选那个品种，叶子特别大，然后到最后它就变成高丽菜。对，金的话就是那个，因为你选的是叶子大的，所以它就朝叶子大这个方向去改造这样所以腌菜就是这个念法，对不对？不管什么腌菜都一样。不是哦，不是芥蓝菜的腌菜，就是那个有没有人家以前老人家把它拔以后就晒一下，揉一揉。腌起来的那个叫做雪里红。对，雪里红它是揉一揉腌一下，就是那是不是很短暂的？对，那个短暂要把它吃完的，雪里红嘛哈。可是这个底露它是可以放很久的那种，我只知道叫腌菜，我不知道它还能怎么菜对，也就应该可以哈，面酸菜可以哈，很好。
阿嬤不是会阿嬤那个上次姨婆就是拿了一罐，对啊，就是。可是我觉得那味道很重。哎，我们很喜欢有那个原味的味道哦。我们年代不同。可能